这时，咱来共读上帝话。今日的上帝话是记载伫旧约圣经民数记22章第22节到35节。上帝无欢喜巴兰甲因去，巴兰徛着驴，两个仆人对着伊行伫路里。上主的天使徛伫路中来阻挡伊，驴看见天使，摕着剑徛伫遐，就离开路，驶到田里。巴兰拍驴，爱伊倒转到路里。煞接天使徛伫两个葡萄园中间的下路，两边拢有石壁。驴看见天使，就靠着壁，甲巴兰的脚刺伤。巴兰搁拍驴，天使搁往前去，徛伫一个真矮的所在，两边拢无位通越。即摆驴看见天使，就拍咧。巴兰真生气，用拐拍驴。迄时，上帝互驴讲话，伊对巴兰讲：“我对你做了啥物？你为什物3摆拍我呢？”巴兰回答：“因为你戏弄我。若是我手里有刀，我就刣你。”30节，驴讲：“我毋是你自细汉所徛的驴吗？我以前有安尼对待过你吗？”巴兰讲：“无。”煞接，上帝互巴兰看见天使摕着剑徛伫遐，巴兰就拍伫地里。天使对伊讲：“你为什物安尼3遍拍驴呢？我来阻挡你的路，因为你无应该去。你的驴看见我3遍拢闪开，如果伊若无闪开，我早就刣你，留伊活咧。”巴兰回答：“我犯罪了，我毋知你徛伫路中来阻挡我。如果你认为我无应该去，我就转去。”但是天使讲：“甲遮的人去吧，但是你可会使照我爱你讲的话去讲。”巴兰就对因去了。今日的信息是新牧师要带来这上帝信息，带来上帝信息是巴兰的驴仔，咱恭敬来领受。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大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敬拜、学乐、献上感谢，佫会当对你的话语，互阮来领受，诚侪阮的帮赞，甲阮的提醒。求你拍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来诚侪阮活命的美妙。主，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咱教会的读经表，咱即马已经读到伫民数记特别煞。基督教将即本册叫做民数记，是因为伫即本册内面有2摆在点算以色列人民的孝业。头一遍是伫第1章甲第2章，被点算的对象是遮个对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的查甫人。地点是伫西奈山下面的旷野。第2遍点算人数是伫第26章，被点算的对象是遮个已经是第2代的以色列的遮个查甫人。地点是伫摩押边缘，就是隔伫约旦河在面对迦南全地的即个所在。即2摆点算人数的时间会隔离有40年。今仔日咱所读的民数记的22章，伫遮以色列人因的第2代已经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伫遮的进前，以色列人因真高小台，因已经刣赢即个阿摩利人的2个王，叫做西什本王、西宏甲巴珊王噩，以及因的军队。即个时阵，甲阿摩利人相接隔壁的即个摩押
边缘，就是摩押人因所住的所在，也面对以色列人因可能会进入伫因的地盘。所以，即个国王叫做巴力，伊就意识到，有危机啊，可能过来要烧战啦，所以就准备要甲以色列人来烧战。总是咱知影，烧战除了爱有军队，爱有人数真重要，搁较重要就是士气。咱讲一鼓作气，即个气就是士气。若是会当得到祝福，也是讲会当有一个保证，讲战争一定赢，安尼人民就有迄个士气，然后就会当真勇敢要去烧战，才会拍赢。有一个故事是讲有一个将军，伊准备要带军队去甲人烧战。即个将军知影即届的战争可能是真歹拍，可能毋知是输还是赢。然后路途阁真远，行真侪人就无想要烧战。所以伫即个军队要出发的时阵，伊就甲即全军拢集合，然后伊摕100个即个铜钱出来。伊讲：即届咱要烧战，毋知是输是赢。若是天公伯认为讲即届咱会当赢，那安尼我即马甲遮个钱甲ฮ็出去。若是会赢，就是正面拢会向顶悬。然后伊就真正甲即100个铜钱甲ฮ็出去，遮个士兵一看，竟然100个钱，即个铜钱拢是正面向顶悬，所以即个时阵士气就得到振作。大家想讲，安尼即声一定赢的无问题啊！即个将军就叫人。将即100个铜钱甲钉伫涂骹，然后佫看布，佫甲打封条讲，伫咱转来进前，这拢袂当震动吼。听候到咱转来时，才会当甲钱收起来。结果因真正就去拍赢转来。当遮个士兵在收遮个铜钱的时阵，才发现即100个铜钱安怎拢是正面的。所以即个将军真聪明吼，伊知影。安尼士兵因就会当勇敢，就知影就相信讲因会拍赢。同款，即个摩押王，即个巴力，伊知影士气真重要，所以伊就找到当时一位真出名的先知，叫做巴兰，要来帮助伊将即个士气会当来振作起来。要安怎振作？就是叫伊去咒诅遮个以色列人。遮个人民也知影讲，以色列人互即个先知咒诅了后，一定衰，一定歹运，所以咱去甲拍，一定赢。即个巴兰嘛是叫做即个金口，即个就是讲，伊若讲的拢会准，所以就亲像即个书者所讲的，你若祝福，人民就得到福气；你若咒诅，因就得到灾厄。咱若看圣经民数记22章到24章，伫遐总共有3章，拢是伫讲即个巴兰的故事。咱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度全部来看，咱转去会当家己看。咱干那看其中的一段。伫咱所看即段圣经节内底，一开始就是伫讲上帝其实伊无介意即个巴兰甲即个王的使者转去。总是就伫即个巴兰，伊要去到伫即个国王迄个所在的路上，就发生着互人想袂到的代志。啥物代志？大先就是有天使伫遐举着剑，徛伫巴兰伊甲女仔要行的路上。总是咱嘛看到，真趣味。巴兰伊无看到，伊毋知影。虽然伊是先知，反倒当是女仔才看会到。然后即只女仔，伊为着要闪避天使，伊无有行原来要行的迄条大路，迄条较直较顺的路，是我往边仔去，边仔拄啊好是葡萄园，然后葡萄园因的园当然有即个石头贴起来即个围墙。
所以即个巴兰就甲女仔拍，因为想讲即个女仔无要听话。然后天使佫徛伫即个葡萄园的即个路的中间，即个女仔为着无要互即个天使伤害着巴兰，要保护伊主人，伊反倒转着闪位边仔去，边仔结果咧害着即个巴兰伊的骹去刺伤着，刺着边仔的迄个石头壁。然后巴兰就生气，佫第二摆拍即个女仔。天使咧佫继续向前，即个时阵路佫较下，即个女仔无所在通闪，规气安尼四支骹甲拍咧，拍伫涂骹，可能即个巴兰想讲，你差一丝仔要害我跋倒去，佫第三届佫甲讲，毋是干那甲拍，佫用伊的拐仔要甲讲，结果互人感觉真即个想袂到的代志煞发生，即只女仔竟然开喙讲话啦，即个巴兰咱看伊嘛是真趣味吼，女仔讲话伊煞无感觉安怎吼？若是有一天咱兜的狗猫仔开喙讲话，可能咱惊一个毋知要走位倒位去。即个时阵，巴兰伊的目睭才看着天使，看着天使举剑徛伫头前，伊知影即声代志大条，伊着认罪。伊知影伊无应该接受即个国王的邀请，要去甲以色列人来救助。不过即个时阵，反倒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佫同意讲要互巴兰去，因为伊知影即个时阵巴兰已经互伊教乖去毋敢黑白讲，毋敢蓝闪来。不过，伊着交代一句话：你敢若会当照着我要甲你讲的话安尼讲。后来，即个巴兰先知到伫摩押王伊的所在，伊就伫遐对以色列人来讲预言。本来国王是爱伊去救参遮以色列人，结果巴兰所讲的预言，却拢是怎样祝福的话。因为伊是照着上帝的吩咐，敢若会当照着我爱讲的话来讲。伫即段巴兰甲女仔的故事的内面，咱会当看到有几点，通值得咱来学习。头一项，世间的万物拢是听上帝的命令，就亲像咱拄则所讲的，巴兰的女仔伊会当看到天使。反倒当是巴兰伊看袂到，伫遮有小可讥刺，咱讲讽刺即款的意思。先知看袂到，精生竟然煞看会到。过来，当即个巴兰因为女仔无要听伊的话的时阵，三遍伫遐甲讲。但是咱看到巴兰，伊有听上帝话无？无。若安尼，上帝会安怎来甲伊办理咧？不过，咱嘛看到上帝其实佫留伊的性命，因为上帝有缘要使用伊，所以遮嘛有一个对照。咱看动物拢比人抑佫会当明白上帝意思，佫会当来顺服。即个巴兰的女仔，伊是为着要保护伊的主人。煞互主人来误会来甲讲，咱讲实在是安怎有喙讲袂出来，有口难言。伊嘛袂当伫遐为家己解说，上帝就互女仔，伊会当家己来开喙来讲话。即段应该是圣经内面，除了创世纪，创世纪咱知影迄个蛇嘛会讲话，不过迄是另外一个状况，但是伫遮上帝互女仔佫会当来讲人的话，圣经真少有即款的记载。事实上，毋是干那女仔会当讲话，
事实上，伫圣经的内面，常常嘛借用遮个动物，也是遮个自然的物件来讲出上帝的意思。常常有即款的表达。咱看伫约拿书内面，即个先知约拿，上帝叫伊当到伫尼尼微城去传达上帝的信息，但是伊无照安尼做，伊反倒转西坐船要去西班牙，结果伊就互人对船顶迄落来，本来爱淹死，上帝差派一只大鱼，甲吞落去，互伊伫遐无随淹死。然后经过3暝，即只鱼还佫收到伫即个海岸边，然后再佫甲即个约拿甲吐出来。咱看敢有遮尔听话的鱼遮尔神奇不过伊就是照上帝意思，保留约拿的性命所以即只鱼嘛是真无简单今仔日若叫你食一个物件，叫你袂当真正甲吞落去，3工了佫吐出来真侪人一定挡袂牢。即只鱼竟然乖乖听话，所以咱看到鱼拢比约拿即个先知佫较顺服上帝。毋是干那鱼若听，甚至石头嘛会听上帝的话。这是福音书有记载，主耶稣最后一遍，伊要去耶路撒冷的时阵，就是咱讲的即个棕树主日，规个城拢轰动起来，这百姓因拢出来，拢伫遐伫话讲：何塞那，上帝所派奉主名来的君王，何塞那有荣光归伫上帝。总是咱看到这个法利赛人颠倒要求耶稣叫因爱点点，袂当出声。耶稣即个时阵安怎讲？耶稣讲：因若是无出声，连遮个石头嘛要大声起来。当然，这是一种咱讲真夸张的讲法。总是咱知，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世上的万物拢听上帝的话。既然咱是上帝的囝儿，咱应该搁较着顺服上帝的命令，敢毋是？伫巴兰的故事，咱会当学习第2点，明白上帝的旨意，搁较重要是爱遵行上帝的旨意。即个巴兰，伊是先知，安怎讲？伊毋是假的先知，若是假的先知，会伫遐来。咱讲装神弄鬼伫遐卖谱假谱家己的意思竟然是上帝的意思。不过即个巴兰，伊实在真正会当知影上帝的意思，总是伊无照上帝的意思。因为伊看世界比上帝较重要，伊的目睭去互利益来暗藏着。所以伫遮嘛，互咱一个教示，就是当人知影上帝的心意的时阵，却有愿要照着家己的意思去行，上帝就出在互你去行家己的路，总是最后你有愿就要为着家己来负责。做牧师常常互人问到一个问题：怎样会当明白上帝的意思？这个问题真重要，对无？总是问的人常常可能是希望牧师会当甲伊讲，着怎样选择才是下伫上帝旨意的选择，也是讲怎样做选择才袂违背上帝的意思。比如讲，伊想要知影讲上帝爱伊读啥物款的学校，或者是伊是毋是会当来换一个头路敢好，也是讲伊是毋是会当甲倒一个人来交往，也是甲伊结婚无？等等，若是照我所看，怎样来明白上帝的旨意，确实真重要。事实上，搁较重要是爱会当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咱的人生毋是干那只有是非题，毋是即个就是迄个，嘛毋是干那选择题，你干那会当选一项，即个是标准答案，毋是安尼，毋是干那一条路。
你敢若会当行即条若定。上帝可能袂甲你讲，你着爱读倒一间学校，伊尊重你的选择。总是上帝爱你伫迄个时阵、迄个所在，好好啊来读册、来学习，伫功课顶面来应跟上帝。伊嘛会当伫成绩顶面来祝福互你。上帝检查嘛袂讲你的确敢若会当做啥物款的工作，伊嘛尊重你的选择。总是伊爱你伫你的职位顶面来尽忠，对人群有利益。伊嘛会伫你的工作顶面来祝福互你。上帝伊嘛袂甲你讲，你敢若会当甲倒一个人来建立家庭。伊尊重你的选择，总是伊爱你伫家庭顶面来重视，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伊嘛会伫你的家庭中间来祝福互你。事实上，上帝的旨意毋是真恶直来明白，因为上帝本来就爱咱会当来明白伊的旨意。上帝的旨意真简单，就是爱咱听上帝，爱咱会当听人。这个伫圣经也拢有记载，咱读圣经就会当来明白。搁较重要是爱会当来去实行出来。只是咱人对伫上帝的旨意，咱嘛看到，常常拢是选择性来接受，就是对家己有利益的，也是讲我家己感觉欢喜的，我才去做讲这是上帝的旨意。若是对家己无利益，也是家己无介意，这真困难去做，我就拒绝讲，这检查毋是上帝的旨意。那安尼，咱当然就无法度来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最近有一位同工，伊摕一本册互我看，册名是真长也许我们没有共同的过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来。检查咱袂当有共同的过去，总是的确会当有共同的未来。这个作者是姚立明先生。可能咱大部分的兄弟甲我同款，对伫伊本来无啥物款的人捌，因为政治人物太多，捌袂了。一直到即个柯 P 当选台北市长的时阵，咱才知影讲伊的即个竞选的团队的总干事即个姚立明，所以嘛是因为安尼，咱讲一战成名，才知影讲有即个人物，咱嘛开始会去注意着伊。这本册有写着讲伊本来是外省人的第二代，伊出世伫即个军官的家庭，当然大汉嘛是伫眷村的内底。若是政治上，就是像咱所讲的叫做深蓝。不过伊是16岁时，伊就开始信耶稣。伊毋是对伫父母对伫长辈，伊是家己走去教会信耶稣。这本册讲了嘛真趣味。伊讲，伊迄个时阵高中要登考，生活嘛无啥物目标，伊着甲一寡朋友做阵咱即马来讲就是敢若一个帮派共款确实真济即个贯穿出来的即个外省囡仔，因后来拢走去黑道，走去帮派。迄个时阵，因定定去拍篮球，因走去一个教会头前有篮球场伫遐会拍篮球，消耗精力。有一摆约好时间要去，毋知安怎迄天伊特别早，一个人伫遐咧无聊的时，迄个教会的牧师娘看到伊，就出来。甲伊拍招呼，甲伊开讲，这用咱即马传福音的话叫做建立关系，叫做个人谈道，就伫遐甲伊伫讲一寡问伊家庭的代志问伊一寡问题，最后重点来，即个牧师娘是外国人伊就甲伊问讲，耶稣爱你。你有爱伊无？耶稣爱你，你爱他吗？咱头拄有讲，伊迄阵在混帮派伫帮派人上讲究啥物义气
义气，伊就想讲，若有人听我，我当然会听伊啊，所以伊就讲，耶稣听我，所以我嘛听伊，这用咱即卖话叫做决志，所以伊伫迄个时阵，伊就决志要信耶稣，即个牧师娘就甲引带，伊后来嘛是真欢喜参加教会活动，搁捌道理，然后伊就洗礼。因为安尼，伊的人生就改变，是正向的改变。若无检测即马，可能是啥物大哥，也是啥物，也是掠去用关也是无伫即个世间所以感谢上帝对伊性命的引带。当然，伊的故事毋是到遮咱知最近就是2014年即个柯文哲医生伊咱讲素人伊无有啥物政治的背景，但是伊要参选台北市长。伫迄个时阵伊就邀请即个姚立明要来做伊的竞选的总干事。拄开始即个姚立明伊拒绝因为伊知影即个政治背景无共款伊若是接受，可能嘛真侪人会搁较讨厌伊。不过伊即个人咱讲伊有信用，所以有遮经过其他的人嘛甲提醒，你敢毋是要成做和平的使者吗？所以伊嘛开始寻求上帝的旨意，搁伫遐祈祷。最后就是一节圣经节来感动伊。以弗所书第2章14节，遮安尼讲：祈祷，互咱成做和平，将两边合做一个，拆离伫咱中央隔离的围墙。所以就安尼，伊就成做可比真重要一个幕僚，一个同工，佮帮助伊来拍赢即个选战。事实上，伫即本册内面，嘛会当看出伊真努力伫遐要消除即个围墙。啥物墙？就是伫咱台湾本土甲外省人即两个族群中间，迄个互咱误会，也是讲伫即个过去的历史，迄款对立、迄款隔离、迄款悬的墙。简单来讲，就是伊有领受上帝的旨意。伊也接受，伊也去遵行，所以通过伊的故事，嘛会当互咱来得到激励。过来伫巴兰的故事的内面，第3项咱要学习就是上帝所赐福的人袂当咒诅。上帝所赐福的人袂当咒惨。伫民数记有记载，当即个国王伫遐邀请巴兰。要来去替以色列人来救助，即个巴兰伊嘛真认真伫遐来起7座坛献祭互上帝。佫毋是干那伫一位，伫4位，总是最后4遍讲出来的语言，拢是祝福的话，毋是咒诅的话。伫遮互咱会当知，上帝所赐福的人袂当咒诅。因为伫创世纪12章记载，上帝伫遐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有互伊一个应允，就是讲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互伊；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但以色列人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嘛领受上帝应允甲赐福，所以袂伫遐因为人的咒诅来受影响。今仔日，咱基督徒，咱嘛是通过信，咱成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咱甲亚伯拉罕同款，咱嘛甲以色列人同款，领受上帝应允甲赐福。所以今仔日，咱嘛免担心，别人若咒诅咱，也是伤害咱，会安怎袂？袂，上帝拢赐福互咱，这是咱的信心甲福气。结论来讲，就亲像伫民数记一开始第6节，巴力王的使者，伊伫遐对巴兰所讲的话：你若祝福人民，就得到福气；你若咒诅，因就受灾的。
当即个巴兰的国王，伊用真重、真贵重的金银财宝，要聘请巴兰来到伫家己的所在。咱看到，伊所看重的是咒诅，甲敌人咒诅，却毋是为着因的人民来祝福。所以，当然咱知结果拢是伫上帝的手中。今仔日，若是即个国王，伊会当明白上帝的意思，伊检采，伊会当免除遮个冲突、遮个紧张、遮个战争。伊若要求巴兰甲祝福，同款伊嘛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今仔日，咱虽然毋是旧约内底的先知，总是咱有缘领受上帝互咱话语的权柄，因为咱是上帝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人。上帝用伊的话语来创造世间，咱嘛会当用咱的话语来发出咱的权柄。所以咱嘛会当互人得到祝福，互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这张图是我真喜欢的一张图。这是一个像，这个像是伫这个以色列加利利湖边有一个教堂，就是叫做彼得，伊接受这份的教堂。检采咱有人去过，会当知影这个所在这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国外的时阵记载伫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伫遐拄着彼得，然后将这个牧养羊群的职分来交托给彼得。今仔日主耶稣小想将这个权柄、将这个职分交托给咱，咱会当常常来对人来祝福，毋管迄个人是毋是堪得到祝福。总讲今仔日咱若是祝福一个人，迄个人伊本来就是上帝要祝福的人，咱就诚侪祝福的管道。咱讲即个，甲人秀芳水，你家己嘛先得到芳味。今仔日若是咱甲人祝福，迄个人袂堪得到即个祝福，那呢，即个福气就归往伫咱家己的身上。所以毋管怎样，咱拢是冒赢无冒输，因为咱拢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伫咱的生活内面，咱就尽量把握机会，为着咱周围的人，甲因祝福，为着因来祈祷，互人会当经验着上帝的权能，领受上帝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主，阮感谢你，你拣选阮，互阮真侪你的囝儿，互阮会当伫你的家的内面来享受逐样的福气。总是主，你爱阮，会当将阮的目睭也看到伫即个世间，也有侪也未认捌你的人，甚至伫台湾也阁有90外趴的人民，因也未认捌着你。伫全世界也有搁较侪的百姓也未认捌着你，总是主你已经认捌因。主你爱阮，也会当诚侪因的祝福，互阮对你所领受的恩典，毋是阮家己在享受，反倒等主你要因为得救的人搁较侪，你的恩典也要搁较侪。主愿感谢你，你也已经阮来启示主你的旨意，总是也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毋是干那明白那定，阮搁较会当来去实行，搁会当照着你的旨意来去来做，也通过安尼，也互人会当因为阮的顺服来归荣光伫你。当阮有即款决志的时，主你就要帮助阮，加添阮有即款的勇气甲气力，来去照着你的旨意来去行。主愿安尼祈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